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分享 Hot Toys 出嘅 Cos Baby 版 Ripley 及皇后。異形2係動作片迷喜愛，唔同玩具模型公司睇準動作迷胃口，都出異形相關玩具模型周邊等。呢套玩具對異形迷一定唔陌生，一睇就知取自 Ripley 營救細路女並遇上異形皇后嘅一幕。Cos Baby 玩具特色將角色們造型 Q 版化，異形玩具普遍都做得好靚，相對地做得好真實好恐怖。鐵血戰士都還好，有面罩遮住個樣，異形係活生生呈現恐怖。鍾意異形電影但唔敢儲異形，不過 Cos Baby 版異形都尚算可愛，唔得人驚。皇后造型個頭好大，不過並冇因為頭大影響平衡，企得好穩。可動方面唔多，但係雙手腕可轉動。小雙手可輕輕移動，頭可輕輕移動。經典嘅口中口就欠奉，顏色方面係全黑略暗，電影中皇后顏色光亮。此外，細心睇有啲深藍色，唔會單一黑色咁寡。配件係3隻異形蛋，鮮豔嘅青綠色，有啲啲透明。雖然 Q 版化嘅蛋，但仍然感覺蛋造型核突。畢竟異形再有濃厚嘅性暗示。Ripley 及 Newt 方面，兩者不能分開。Ripley 只有頭部可動，配件係一支 M41A 脈衝槍，支槍造型幾得意。包裝方面好有心思，外面內面都印有大量公仔圖案。Cos Baby 雖然可動性低，但勝在得意。如果屋企唔大，又想慳錢又想儲角色，Cos Baby 係一個好選擇。